讲伫安息日嘅时，吼，迄时哈，迄天是安息日，啊，耶稣伫祈祷，伫教示，吼，耶稣伫教示。哎呦，怎么写那个岛啦？耶稣伫教示，吼，耶稣伫教示。啊，伫犹太人的会堂，吼，安息日时，耶稣伫教示犹太人会堂。啊，看到一个妇人人，吼，圣经讲，这个妇人人。是犯着邪神，吼，被邪神附身，犯着邪神，伊破病18冬，吼，啊，稳固拢袂存定，吼，稳固吼就是那个驼背，吼，稳固啊拢袂存定，无法度存定，已经18冬啊，吼，耶稣看见这个妇人人，吼，伊就叫伊过来，吼，伊就叫伊起来，吼，要记得哦，本来耶稣在创啥？耶稣本来在干什么？在教示吼，在教导吼，在教示吼，像我即马共款吼，我在讲道，在教示啊。耶稣看到一个妇人人，伊就叫伊过来，所以是中断对不？是不是？就停下来嘛吼。这是不寻常的事情吼。耶稣在教示的时阵，伊停下来，邀请迄妇人人来到伊面头前，啊，甲讲啥？就对伊讲，妇人人，你的病好啊！啊，用双手换伊的身躯，吼，啊，伊即时存定，吼，他腰就伸直了哈，伊即时存定，啊，这个妇人人甲荣光归给上帝，吼。看下这，咱即马来想象吼，哦，一个妇人人伊稳固，哦，18冬拢无法度存定，我看到。咱讲到讲一半看到，我请伊来头前，啊，双手甲换伫个身躯，讲阿公你的病好啊，伊怎啊啦？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啊，伊种存伫啊，吼，啊，种归言跟互上帝，啊，恁下骹人啊啦？恁什么反应啦？好，你们都没有进入情境，想象吼，现在有一个妇人人伫恁面头前，伊安尼噔噔噔噔噔噔，啊。哇！啊，伊家己求愿跟互上帝，啊，恁咧？哟，这假假啊！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啦？哇，唔得哇子咧！哈，啊是种安尼，像恁即摆的表情。可啊，这人这个妇人人伊归愿跟互上帝有欢喜无啦？你有甲因斗欢喜对无？你这个古亭教会怪怪呢哈，哦，伊受到医治啊吼啊，伊归言跟我兄弟，照理说你们也应该什么，斗欢喜啊，吼哇18冬呢，哦拢无医好，即时竟然吼耶稣个换手伊就好起来啊，吼，一定很高兴吧？会不会啦？会吼，啊结果你若看经文吼。谁不高兴？伫安息日，耶稣甲医治，互伊好起来，谁不高兴？会堂的主管，哇，这生气！啊，那咱教会的主管什么会？什么人？不是哦，不是牧师哦，是董事长。啊，这边哈，小张了，啊，毋着甲大家。下手者，会堂的主管吼，伊做受气是安怎做受气？各位兄弟，是安怎做受气？人18冬的病医好，伊是安怎感觉做受气？他逻辑是非常好的哈。这个会堂的主管吼，他是有读圣经的哦，他逻辑最好诶。伊讲什么话？有6日应该得做工，迄6日通来受医。安息日唔通，好，这完全照圣经的讲法哦。好，这是圣经哦，上帝规定哦，恁爱做工6日，哦，从星期天到星期五6天工作，哦6日，大家来做工。啊，你若要受医治，就爱伫这6日。啊，毋过上帝有规定，第7天安息日，一切工都袂使做，所以安息日唔通。安尼讲有对无？
各位看这对不对啦？有没有符合圣经？有没有符合上帝的命令？所以是耶稣对，还是这个会堂的主管对？会堂的主管对啊，是不是？莫怪耶稣用电视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来看，各位看这个会堂的主管，这个会堂的主管无唔对，伊讲的是对的。好，就是讲这是对创世纪开始就拢规定啊。好，6天工作，6日通来做工。你若要医病，要医病也是可以。不过第7天、第7日安息日，安息日的规定是什么？不太多，就是一句话：一切的工拢安那，拢袂使做。所以一切的工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说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哈。犹太人有最老师、最拉比、最学者、最这些，他们会去斟酌哈。他们历代会去斟酌、去规定、去定下来，什么叫做工？最刚的定义是什么？哈，像今天的经文，其实是介重要。耶稣问一句话哈，耶稣回答迄个主管哈，耶稣讲：假好的人，你是假冒为善。人家明明是照圣经来做，耶稣骂人家假冒为善哦。去用电视机给活该啦吼！伊讲假好的人啊，伫安息日，恁减无达人对泽里偷伊的牛，还是驴牵去食水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安息日的时阵吼，安息日的时阵，恁家的人，恁这人，敢袂去甲恁的牛、牛、甲驴子吼套了来？他们是绑在家里，套了来啊，牵伊去啉水吗？你们不会做这个动作吗？这个动作是不是做工？各位看这个是工，绝对是工。不过经过律法师的印证，这个不算工。为什么？就是讲，伫安息这个时阵，连这的前司嘛，都爱休困，这是规定哦。人一切工袂使做。这些动物，这些本来耕田跟的牛跟驴，拢大家休困，不只是休困，因爱舒缓，所以大家啉水。你大家把这些牛、驴牵去安息的所在啉水，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工，这样做是工作，可是是符合安息日的精神，就是要让这些动物舒缓休息。这些各位看这些经学士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事？安息日讲一切工拢袂使做啊！这些经学士在干嘛？因咧解说讲这会当做，这袂使做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因咧拗啦。要不要喝水？不喝会怎么样？会死啊！好，所以我要从圣经的规定里面去找到合理的什么？解水嘛，是不是啦？这样做对不对？各位看这样做对不对啦？完全符合这个安息日的定义嘛。安息日就是要互遮的人要互遮的。包括人跟动物都会当舒缓安息嘛。那要不要喝水？要。那总要人家牵去水槽或是河边喝嘛。所以的规定这个工无算工，你知无？其实犹太人很麻烦呐。他安息日一切的工拢袂使做吼。起床走路算不算工？走路算不算啊？走路算不算？当然算呐！算他们只好规定能走几步，知不？安息日
好，以时间一到，好，从太阳下山，犹太人是规定，犹太人是规定太阳下山的时候是一天的结束，同时也是一天的开始。所以因为安息日不是对星期六开始，因为安息日是对星期五的傍晚太阳下山，迄时就开始安息日啊。大家对迄时开始算脚步啊，好像应该是全部加起来是1英里啦。1英里大概啦，我忘记了。所以讲，你若安息日困无行路无算，即马星期六早上起床，你得算好势。我等下要行去对，我即马要行去年因兜，那这样距离一定得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我只能走1英里，那这样我要去妮家，他的家一定要在1英里，我就不用回家了啦，要半英里啊，对不？因为我要去，还要怎么样？回来啊！那行到门口，各差10步，走完了怎么办？就什么跟主忏悔，他就站在那里，站到什么时候？太阳下山，安息日就怎么样？过了，他就可以什么？回家。你不要笑。以色列人是会这样子的，因是这遵守安息日的，阿毛规定迄个几克重的东西，你拿就算做工，所以因这麻烦呢，他们真的很麻烦。过安息日上好都困里处理都卖出来，可是，在会堂里面敬拜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是要做的事情。祭司献祭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。就是讲虽然安息日规定讲一切工拢袂使做，不过这些学者会不会凹？会凹。就是为了要让他们的宗教的活动继续进行，有一些功，有一些行为，有一些动作，因无甲算在做工。这个就是耶稣回答的那个焦点。耶稣讲，那伫安息日，你会牵恁头，把这个牛甲驴为因的座甲套出来，甲套出来，甲牵去啉水。你们这个动作，你们都会做了。耶稣讲，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。伊已经互撒旦18当啊，就跟牛羊被绑起来的意思一样。耶稣用一样的情境在做比喻。你的牛甲驴本来是绑起来，伫安息日，互你安那套，牵去啉水。伊讲，这个妇人人已经互撒旦18当啊，已经被怎么反而国语不会讲？18当兼唔应该伫安息日讨伊的干妈。哇，这耶稣真的太厉害了如果牛跟驴，你为了让它享受安息日，你也当把伊的干套起来，牵去啉水。尼这个妇人人已经18当去用绑起来啊，敢无应该伫安息日干那？甲套，互伊放轻松嘛？这个比喻强不强？强不强？可是犹太人看不到这一点，他们只看到什么？一切的工怎么样都不可以做。各位孩子，为什么规定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？咱大家来思考。安息日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是安息日的核心意义？它规定你一切工拢袂使做。其实安息日是一个不幸的翻译不幸为什么？你如果是英文没有翻，英文直接讲 Sabbath， 就是希伯来话的那个字，安息日 Sabbath 或者 Sabbath day
他没有翻，他就音译，安歇日。你哪个翻译成安歇日，你已经给他个意义了，是什么？是休息，是安息。你已经抓定那个意思了。可是安歇日，Sabbath 比较强的意思，在这个事件里面，在上帝要讲的这个意思里面，其实上帝要强调的是停，不是在强调休息。停跟休息一不一样啊？休息当然是一种停啦，可是停跟休息有同款不？没同款哦。你休息是为了要干嘛啊？是因为什么？累了，对不？你已经做忝，所以你要休息安歇。停呢？停是因为真的累了才要停吗？不是啦。停不是因为累了停，停是上帝让你停的。为什么上帝让你停？各位兄弟，咱知影咱人在做家己欢喜、介意的代志的时阵，会停未？会停个未啊？未啊！咱会安那？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忝嘛未停，是不是？你捌看过迄个生意人趁钱会停未？那有钱通趁会停未啦？会不会停？才不会停嘞！什么周休2日，管他3721，哪有钱通趁啊啦？一直趁嘞，一直趁嘞。各位兄弟，我今摆不是咧讲趁钱唔对吼，咱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咱无停吼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咱介意的代志，那咱的心怀意念，咱的时刻，咱整个人都在想什么？你做的那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你没停嘛，所以你长时间你的心怀意念拢是伫迄件代志顶面。那各位兄弟，谁是你的上帝？这个时候谁是上帝？我即马是一个问题哦，你要回答我。这个时阵上是上帝。我不断的在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，我的心怀意念、全部的精神、气力、思考、我的注意力，拢是定焦伫迄件代志咧做。上是我的上帝。恁厉害呢！你马上跳去自己了哈。哪要叫我的这样子描述的顺序？你应该讲，迄件在做的代志，变做是我的上帝嘛？是不是？趁钱，迄个财神爷变成是什么？我的上帝。不过咱若较想较深的，其实不是那个财神爷，是上帝，是什么？我的欢喜，我家己变做上帝。所以大家知影安歇日的规定是安怎？是伫10条诫第几诫？哟呼！安歇日的规定10条诫第几诫？第几届？就比互恁看。10条诫第几届？第4届。咱刚知影头前3届你讲啥？前面3个在讲什么？第一个，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恁袂使有别个上帝。第2届讲啥？唔通为家己雕刻偶像，这拢甲上帝有关系对无？第3届，唔通乱删称呼上帝的名，第3届爱解说一下，唔是讲迄个上帝的名袂使讲，像一寡美国人，他们就说，安尼以后不能说 ，Oh my God， 袂使讲这，Oh Jesus， 袂使讲这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第3条诫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第3条诫的意思，你唔通用上帝的名来救抓啦，唔通乱散随便把上帝拉来当做你的什么？背书啦，甲上帝救来，这上帝的意思哦，另外来做礼拜，这拢上帝的意思，安尼。等一个迄个奉献的时阵，奉献较济，这拢上帝的意思，安尼。上帝的意思，恁敢违背无？
唔敢嘛，所以伊讲你唔通滥觞称呼上帝的名。第三诫来就是什么？第四诫，大周安息日，你会发现这个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在解释安息日的时候，你如果把它解释成要休息，那是跟谁有关系？跟人有关系物件去啊！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焦点不是你的休息，焦点是你得爱停得来，眼光回去哪里？上帝，吼，就是讲，伫安息日，你若无停，你若无甲你手中遐重要代志停落来，你的心不会定伫上帝面头前。安息日要停，停才能什么？停才能跟上帝相拄，停较有法度甲家己相拄，停较法度看到你四周围的人。你若无停，不停的做，你看不到你周遭的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其实我是在讲我呢。好。我今天早上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想一直忙，一直忙，一直忙。我其实昨天晚上应该要跟那个思慧对一下今天要讲的话，是不是？应不应该？应不应该啊？好，应该跟他乱一遍说，今日要念的物件安怎念对不？我没有做，因为拢在安那，你无用，你感觉重要的代志，你一直无用的时阵，你有看到上帝，有看到自己，有看到周遭的人吗？有无？没有呢，是的啦，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，是要叫人停。不是休息，是停。所以耶稣在别的经文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他意思是说，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上的好处，人，人的创造是为了安息日吗？上较大。想一下，安息日较大，还是人的需要较大？人的需要较大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伫耶稣的概念内面，人的需要是赢过上帝规定的。我若伫什么堂，我就叫你重复一遍。人的需要是比上帝规定较重要，这是耶稣的解说。耶稣看人的需要赢过这个规定，甚至这个规定是对上帝来。你知道安息日不守安息日，伫旧约的时代，犹太人不守安息日，去用抓到怎么惩罚？各位孩子，猜一下啦，没有守安息日怎么惩罚？多走了一步啦，被你的对敌一对你找，那个开始走就开始算，哈哈哈哈，惊一步，怎么惩罚？面壁思过，罚款，怎么惩罚？按着又一个，违反安息日怎么惩罚？公平，什么惩罚？猜一下嘛。忏悔违反安息日，用石头打死，用石头钉没死啦，严不严重？严不严重？你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只是多拿重一点的东西，你只是做一些动作是安息日规定不可以做的，是拿石头打死啦。严重吧？这个上帝的规定，
严不严重？严重。不过耶稣讲什么更严重？什么更重要？人的需要更加重要。所以你看嘛，谁会钉十字架？当然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嘛，活该，对不？不过耶稣在显示耶稣的教是一个重点。各位看这，耶稣说教是的重点，过了2000年的基督徒还是学不会。好，耶稣用他的生命显示的教导，过了2000年，基督徒一样没有学会。耶稣在教什么会？耶稣在教的是，你若要遵守圣经，要遵守上帝的规定，不是去掠伊的字面的意义。安息日的字面的规定的字面意义是什么？一切的工都怎么样？不可以做。那就是安息日规定的字面意义。困不困难理解？困不困难理解啦？一切的工都不可做，有没有很困难理解？没呀。这个就是安息日规定的字面意义。耶稣讲不是啦，你不要遵守经文的字面意义，你要去抓它的什么精神跟原则啦。这不是只有耶稣这么做。我都跟恁讲过，犹太人家的老师因的规定啊，安息日的时阵，把牛甲驴套起来，牵去吃水，会使做袂？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。表面上有没有违反经文字面的意义？有。可是他有抓他的精神，以备好在精神会当舒缓，所以一定要喝水。啊，你说你就拿水来就好了嘛？各位看这，你拿水来也是一种什么功？哦，也是违法的。好，所以他们就规定，在老师就规定，我要遵守安息日的规定，所以我要把牛甲驴啊那为伊的舌套起来。牵去啉水，完全符合安息日的精神。所以不是只有耶稣这么教，正常的犹太的拉比也会这样去处理经文的。好，所以他都讲安息日的规定，一切讲工拢袂使做，停是那个方法啦，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，停是方法。停的目的，他都要讲过耶。停的目的是什么？各位看这，在安息日，上帝规定人所有伊的百姓都爱停。停的目的是什么？各位看这，你不停没有办法欣赏啊！你不停，你没有办法反省。你不停了来，你不法得思考啦。这个东西艺术家最清楚了。那个。艺术家在作画你问那个许牧师，哎，许牧师，啊，许牧师，许牧师是画家啊，不要小看我们许牧师，许牧师是画家他如果画图啊，你画到这淋漓尽致，画到这花叶时阵，他画到一个时候还是要怎么样？停下来，然后后退怎么样？后退3步，然后看下他的画，然后许牧师会说：“哇，我怎么那么棒？”然后再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再继续画。哎，有画过的人会不会这样子？会啊。苏长老在画他的设计图也是这样子啊，对不？苏长老，不过他是后退5步啦。所以，所有从事艺术的人，拢会当了解这个停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停才能欣赏。哎，恁上去美术馆看那个画是哪行哪看的。这一幅很棒，哎，这幅可以这一幅那光线不好是一直走一直看吗？还是什么？你要停下来。你的身心灵都停下来，然后才能融到那个画里面，是不是？你说，某书一直在说话，不得盖高画画没了，我不会画画音乐也是一样，
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那个半圆形中间一点的那个符号。学音乐、学弹琴的都知道，有一个半圆形，然后中间一点，那个是什么符号？哎，大培，那是什么符号？延长记号，对不？咱华语台湾翻译成延长记号，可是那个意大利文原本的意思不是写延长记号，那是一个停止记号。是啊。那个符号明明是让你那个音，如果没有指挥的时候就延长2倍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如果有指挥，延长多久就看指挥要延长多久。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知道哈？啊，明明是延长，你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做停止记号？各位兄弟，那个符号使用下